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劳动部立法署员工自杀，劳动部长洪胜汉今仔亲身公布重启调查的报告，认定贾一良涉一场霸凌。顶年6月，新地奶奶店的放火案，嫌犯害死8个亲人，一审是判死刑，2审今仔改判无期徒刑。再来看2024事，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要举行，不过最近解放军的动作是真多，传出讲陆委会会要求双城论坛先停办。台北市长周万安今仔是表示讲，这是两岸真人潮的沟通交流平台，望各会当来继续办落去。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按算17举行，不过今嘛可能会有变数。传出陆委会按算伫今仔日说明政府对这个案的基本立场。中国若持续对台湾军事威胁，无排除双城论坛要发动点。双城论坛，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举办哦，不仅增加彼此的沟通哦，甚至如果对于对岸军演不满的部分，也可以透过双城论坛去反映哦。接受了上海指派副市长来，接受了共机共建加强老台，甚至在军事胁迫加剧的状况底下，也要来办理双城论坛吗？我想这是所有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哦。那的议员看法是无同款。台北市长周万安讲，愈紧张、愈困难的时阵，就愈需要沟通交流，交流比无交流较好，增加了解比增加误解较好。希望双城论坛会当继续办落去。过去这几年，其实很多国家认为台湾兵凶战危，也认为这个区域是地缘政治的高危险区。双城论坛是难能可贵，持续维持两岸之间可以沟通交流的市政交流平台。所以我们非常珍惜，也希望能够继续办下去。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对台湾的民主更有信心，对于交流更有自己的态度？开大门走大路，应该会是比较好的方式。两岸的关系紧张，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福吟11表示，应中国的邀请，前总统马英九会伫12月18至2日，带领台九学堂的学员访问中国，参加伫哈尔滨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兵设节活动，而且会去四川成都来参访。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审查司法院大法官的人事案，早起审查被提名人何热吉的资格。在野党是质疑讲，大法官的事件已经超过立法权了。也毋过何热吉是强调讲，事件并无废除死刑，只是甲要件讲甲愈明确。宪法法庭若无法维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法治必然荡然不存。立法院专员委员会10日持续审查司法院大法官人事案，被提名人何乃吉出席做口头报告。在野党立委一个上台，就针对顶一日死刑的释宪案，要求何乃吉表明立场。我是反对死刑，反对死刑，反对死刑跟废除死刑，我认为还是有一些不同。用解释取代立法，你认为这在宪法法院或者是全世界的立法例上有这样的方法吗？他们在具体解释的时候，当然每一个阶段，它会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考量。什么才算最严重的犯行？老实说，我必须这样讲，这个必须要在个案里面才能判断所谓的犯罪情节严重到底到什么情况。今年9月20号所做出的判决，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级，它是一个浮动的标准。今天法官如果认为说他的浮动的标准不一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全国一致性嘛。国民党立委洪明凯质疑死刑释宪案的无合理性，佮讲到大多数的民调显示民众是反对废除死刑。民进党立委王义川问讲，何乃吉加做大法官被提名人，要安怎来看待舆论的效应？对于一个大法官来讲，他不是像立委他们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正当性，但大法官在解释宪法的时候，自己本身必须要有自己的基准。对我来讲，很简单的就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保障，它的高度必须要能够纵观国家的一个全部的状况，不是媒体或者是舆论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大法官一定要依照这个媒体跟舆论去走。对死刑释宪案，在野党以实际废除死刑，质疑大法官的解说是司法权干涉立法权。何乃吉是委会讲并无废除死刑，大法官的解说是甲重点讲互清楚，确定死刑判决谨慎甲点定的特性。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劳动部劳法署员工自杀检调约谈证8分署的署长谢依荣，马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劳动部长洪胜汉今仔亲身来公布中科调查的报告，认为讲谢依荣的领导方式造成当年正大压力，嘛认定讲员工行底路甲工课场有关系，所以是一场霸凌。洪胜汉嘛，搁再向家属回释咧。洪胜汉看到后天，话一时讲袂出来。劳动部劳法署因为逼出涉外公务人员行底路的案件，劳动部长洪胜汉说明重新启动调查的结果，对家属是感觉真实的，而且公布3大调查的结果，确认谢依荣长期以施压、吓惊的模式来领导，互当人持续伫咧压力大、无友善的工作环境。调查委员会内外部的委员拢认定这就是霸凌。在他难以向上反映修正的情境下，这也造成了无姓公务员生前莫大的心理压力跟疲劳。这一点，就我们调查委员会所有内外部的委员都认定，这就是霸凌。洪胜汉强调讲，伫工课场霸凌的判断，这位涉外的公务员，伊的工课是做资讯人员。不过，谢依荣甲制定6客服务专案交代予伊，并不是交予业务单位来处理，这是踏过业务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也那调查委员嘛强调，这一届的调查为着要谨慎，有增加访谈人员，也有伫咧上班时间要求大家各走的8楼梯，才会指控的内容来做调查。访谈也有比照约访其他的同仁方式，我们也请我们谢分署长、前分署长熟识的同仁以通讯软体通知谢员，那谢员就回复说需要用公文书来通知他，他会书面回复。从楼梯这样跑，然后跑到他的办公室这样子哦。那所以其实整个过程都会经过大家所有的工作人的工作区域这样子。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非常多人认为，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不安全的。洪胜汉认为讲，规个案件互8分署长期伫咧系统性失灵的状态，除了甲负责的中介主管调职，嘛建议中央甲人事主管调走。未来伫咧申诉的管道，甲专职调查机制等等的部分会做改善。也若谢依荣敢有涉嫌借钱的部分，会交互检调来侦查。透早谢依荣复审结束了后，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今年的6月，新地咱店的放火案哦，嫌犯甲爸母冤家，竟然去买汽油放火烧厝，包括伊妈妈、太太，计共是烧死8个亲人。一审是互判死刑，2审今仔宣判，还一定认为生伊的行为算是上严重的罪。也毋过伊自首，所以该判无期徒刑。专案是会当搁上诉，也毋过家属嘛无法度接受。我的孙女还不到1岁，我的女儿还不到30岁，她就这样活活的被这样子害死了。凶手竟然还可以逃过死刑，这样的判决，我如何接受？我不能接受。摕到亲人的相片，讲甲目屎流、目屎滴，气甲讲话真大声，死者家属就把跳判，对结果强烈不满。伊的查某囝甲查某孙伫一场人为火灾，无辜赔偿性命。专案都是伫去年6月，新竹市莲台行放火案。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多少个无数的夜晚，流着泪。想着我们最爱的亲人。犯案的陈干雄甲爸母伫工作问题参家务分配去冤家，接受去买汽油放火，母亲家后囝儿兄嫂等人被至亲拢死伫火场。一审以杀害、直系尊亲属罪判死刑，也毋过2审大转变，在伊改判无期徒刑，铁道公权终身。自首时显露出懊悔、自责等情绪反应，甚至有向警员借枪自尽的情状，认为其自首属于真实自首。其实陈干雄所为，方认定是上严重之罪，已经达到处死刑的程度。也毋过无判死的关键理由，就是案发迄当时，伊已经表现出后悔，向到场的警员靠咧话赶紧救家后，搁较向警方借枪，想要自杀。合议庭认为，伊的目的并不是减刑，已经构成自首要件，伊改判无期徒刑，专案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诈骗者创手哦，中华警方统计11月份有765件诈骗案报案，加强嘛抓到295个诈骗犯哦，大部分拢是假投资诈骗。另外，现代嘛抓到8个来自越南、澳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以观光签证来台湾，也毋过说真做车手。大批警察11月冲入台中沙鹿一间人家厝，抓到姓陈的主嫌等6个人的诈骗集团，查到一搭电信机房。中华警方表示，诈骗集团透过 WeChat 通讯软体，用假影交朋友，也有高利润的投资诈骗方式，拐美加地区华侨，也有台湾的民众汇款。当场查到41支手机啊、电脑主机，也有不法的所得3万块。以美加地区华侨及本国民众为诈骗对象，利用 WeChat 通讯软体调取被害人上钩，以投资赚钱为由，假冒投资高获利标的，诱骗被害人汇款。甲外籍个车手对车辆拖出压制，中法官刑台这3个月，佮查到8个对越南、澳门、马来西亚用观光签证入境的外籍人士，说是牵涉做诈骗的车手，伊是定假做送货人员，用这款方式做暗号去摕钱。外籍车手那经常会以语言障碍或者是假扮物流，那作为掩护来前往取款。那民众遇有可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及110报案专线，立即的来查证。中华警方11月受理765件诈骗案，加强抓到295个诈欺犯。这犯罪形式经过分析，上侪都是投资诈骗，损失的金额达到3.5亿。呼吁民众若是看到一定会赚，也是保证有利润这挂广告方式，都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昨全国上总的理事长柯书博讲到劳动部打算要开放咱国内的服务业申请外籍移工哦。伫劳动部头前绝食抗议的劳工团体是批评政府拢无先参详，嘛无详细评估就要开放，会影响到本国人的就业市场。也毋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是强调讲，目前拢伫咧评估的阶段。我们工人代表在绝食的时候，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的赖总统选择跟谁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资本家。劳工团体伫咧民进党部头前演行动局抗议，因为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书博拜二参行政院长杜英台座谈，受访问的时阵讲，劳动部要开放服务业会当申请外籍移工。劳团讲，这可能压缩本土劳工的劳动市场，而且批评决策的过程拢无参劳团参详。服务业的工作往往是各业的劳工失业后的2度就业选择，尤其是制造业的劳工，还有我们现在政府在力推的中高龄的劳工。但是如果未来引进了移工进入服务业，那这些2度就业的劳工是否会被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服务业移工开放问题。没有什么允诺不允诺的这件事情，行政院是有指示，我们针对整体的劳动力的政策，希望在农历年后来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评估。劳动部长洪胜汉回回，目前并无承诺开放服务业申请移工，会按照行政院的指示，徛伫劳工的立场，评估现行的劳动政策。另外，劳工团体针对就业安定基金、疑似互人滥用等等议题，已经伫劳动部头前绝食超过48点钟。洪胜汉也回应，当咧改革就业基金制度。现在也正在邀请相关的外部有相关专业专业背景的有经验的专家们来提供给我们意见。就业基金的收支管理办法，当然也都在我们检讨的范围内。洪胜汉讲，劳团的意见伊拢有听到，劳动部当咧透过外部专家的意见进行就业基金的改革，加强把关的工作，包括就业基金的收支管理办法这寡事项，拢是检讨的范围。记者我们王庆忠台北报道。因为欠工哦，甲景气袂歹，今年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年尾奖金哦是16档内上济，金融业嘛已经连续12档拢排头名，大众传播业务上少，无到半个月。各个年尾上班族上关心的话题之一，就是年尾奖金。根据人力银行调查，今年年尾奖金排行较悬的前3名，分别是金融业2.83个月、运输业2.25个月、科技业2个月。
上尾是大众传播业0.44个月，文教业0.56个月，加农林渔牧矿业0.83个月。年终奖金有个0.5个月，我们就会觉得经营的老板是很有诚意。那过去好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是领过10几万，驻地记者可能年终就可以领到一台进口车。在媒体界已经工作30年的王先生，见证媒体业黄金时代由盛转衰的过程。对比金融业连续12年称霸，科技业也连续10几个月出口出现正成长，加做真一人眼中的金饭碗。以过去都待在科技业的话，其实年终奖金是真的非常好的，但相对来讲也比较操劳。今年年尾奖金的基数平均达到1.39个月，比去年小可增加0.07个月，员工时期2.1天，创下16年来新高。人力银行分析，主要是受欠工影响，企业拢想办法抢才劳人。部分内外销产业，其实大家因为缺工的一个问题，所以势必要祭出比较优渥的这个年终奖金来留才或跟同业抢才，因此平均值是达到1.39个月，创下16年以来新高。人力银行调查，今年9成1的企业会发年尾奖金，企业认为影响员工年尾奖金最少的主要因素，就是公司利润、个人绩效甲年资的深浅。记者综合报道。人本基金会去年接到台南英雄宫一个篮球队员的申诉，讲教练体罚造成伊受伤，这个教练已经互改聘，后来嘛发现讲哪一个学生受害哦。这个教练家己嘛承认讲伊伤严格咯，也毋过伊是强调讲，当初拢有经过家长的同意，才会来体罚学生。他最严重一次是拿码表甩我的背跟头，然后最后我的头就是头破血流。正平静咧讲，予教练暴力对待过程，这个学生其实已经真久拢无度好好困，规身躯白疼。伊讲2022年歇热时进入南英上港篮球队，因为毋是自细汉咧练，定定对不着进度。8月中，予姓刘的教练骂，搁予伊弹杯仔、鞋仔，甚至甲学生的喙踢垃圾杯仔，一直到去年才甲因老母讲。伤害到现在，学校的态度很敷衍，我现在连一句学校的道歉都没有。学生的老母讲，虽网霸凌已经成立，不过到即马学校拢无出来回实例。人本指出，调查小组咧调查的时，认定有另外4个球员也互霸凌，社会局甲教练罚36万。其实那些证人，他们一开始不觉得自己被霸凌，他们说篮球队就这样啊，这就是训练啊，本来就这样啊，没打好就这样啊。是调查小组说这样的行为已经是被构成霸凌了，所以才将其中的证人转成被害者。防指控霸凌的教练回应，这个学生伫厝内状况真济，是人家拜托，予伊去球队接受训练，而且父母同意体罚，所有管教的手段，父母拢知影。体罚是经过父母亲的同意的。你有打他巴掌吗？应该不算是打巴掌，可是手挥，不是故意特意去打他巴掌的。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啦，是不能打，不能骂。这我承认，那我就是我错，因为我不适合现在的教育。这个教练表示会接受行政处分。刘伟讲，未来应该禁止运动和体育训练的暴力。记者综合报道。中油高雄就在天然气接收站7接伫9月宽频初审通过，今仔下晡要进入宽频大会审查。高雄大林堡的民众是烦恼讲会造成愈严重的污染，早起开记者会，要求讲要去第7天然气接收站的爱城前村。反对燃气过度扩张。反对燃气过度扩张。大声喊口号，来自高雄大南部的当地居民甲环团代表立委，齐声反对环境部无顾地方居民的健康。9月尾初审通过中油高雄州际天然气接收站7接的宽频，无到3个月又搁送到宽频大会，烦恼延延好通过。我们那边的居民是生不如死啊，生活品质是糟透了。我们很忧心，就会重演中火2期燃气的这个环评碾压的戏码。7接计划基地伫高雄港州际会馆中心第2期，占地37.4公顷，设6个槽，离大南部真近，互居民真不满。即马地方已经开始抽光线，宽屏案件的审查煞无居民来参加。环境部是升级了，但是呢，它的功能呢是降级了。我们很害怕，像
731高雄的气爆那样子，这个担心、这个恐惧，我们还是在心底抹不去的。案件下晡会伫环境部环评大会来审查，中油捌表示推动7接，是因为永安接收站送天然气的能力已经到一个空站，就算了钱有关投入。经济部也强调是为着要确保供气的稳定，不过基民强调政府应该着爱守信用，先迁村才来起，要求7接的案件应该爱进入更较严格的理解环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俄乌战争伫2022年的2月发生哦，有真侪乌克兰的查甫人无想要做兵，逃去罗马尼亚。这几天救援人员伫克尔巴千山救超过160个人，其中有一个28岁查甫人顶礼拜落大雪，伊伫搬山过岭的过程哦，冻伤甲真严重。伊个早一只几个月大的猫仔，加在人甲猫仔拢有活落来。这克尔巴千山零下10度的暴风雪，翻山过岭到甲罗马尼亚北部，这18岁乌克兰查甫人杜达为闪被顶掉，被伫个深山峡谷内底，结果严重冻伤，而且体温真低。互救援人员发现，将其降落山，到较安全的所在时阵，救援人员问杜达健康状况，佮救开伊的衫，发现一只猫仔伫内底。杜达唯一关心的是猫的状况，毋是家己。伊讲即马真欢喜，因为猫还佫活咧。即只猫叫做桃仔，因为杜达为伊出卵才互伊活落来。杜达为得救到脱离峡谷进前，规个5点钟一直抱猫仔，而且送去了后，杜达也只讲，请将猫仔照顾好。杜达甲桃仔被困伫山内，敢若靠雪水卫生。得救进前4天，粮食都已经食了。伊讲用得救亲像一张梦共款，而且桃仔一直温暖伊的心，才互杜达有活的信念。救援人员将因送去收容中心，佮表示杜达的冻伤也佮爱继续治疗。反倒断是桃仔已经完全好啊！事实上，除了杜达，救援人员迄一天佮找另外2个乌克兰逃兵。为俄乌战争爆发到即马，救援人员已经伫这山区救超过160个乌克兰查甫人，也佮16人死亡。而且为今年10月开始，乌克兰的征兵年岁为17岁降到25岁。根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逃兵人数恐惊有20万。在罗西亚入侵之下，这互乌克兰步兵压力是愈来愈沉重。公司新闻深入陪伴晓。再来看咱国友邦海地有一个乌道的老大，伊怀疑讲家己的后生破病哦，是因为有人下符啊，所以下令甲一寡年岁较大的人拢杀掉。伫太阳城地区，就有180个人死亡，嘛引起联合国的关心。海地政府是强调讲，因一定会加凶手拢抓起来。海地政府伫咧催告谴责一场正无人道的乌邦大屠杀，表示看到家己徛家附近，为车被放火烧，为是兵家车底向天。但是发生去当阵，真侪民众机会款款的就想要走，因为讲遮正恐怖，袂输敢若地狱。Dans zone-là, mes images nous rappellent dans zone-là, au bout de tout, c'est comme ça va aller commencer. Ensuite, après ça, on vient dans la caille, on vient dans des bails dehors, on est obligé de croiser pour sauver pour nous. 有几多位非政府组织讲，受到太子港西部沿海太阳城地区，顶礼拜六有要甲200人被抬死，大部分拢是老大人。原因是有一位乌邦的老大菲利克斯，认为伊的后生和附近宗教信徒用武术武甲破病，才会发动攻击。总理菲海美讲，野蛮的行为正残忍，联合国也正关心谴责暴力，希望海地当局彻底调查这件代志。The 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s the continued gang violence and the loss of life in Haiti, reiterates once again his pressing call to member states to provide the multinational security support mission. 海地人权团体全国人权捍卫网络讲，这个帮派人举大水基督，连续伫咧吹6到吹72天，看到是大人就抬。也拿菲利克斯的囡仔已经伫咧吹7死亡。太阳城是太子港人口正多贫民区，也是海地上散且暴力情形上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件案件发生了，海地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讲，会全力追捕并且消灭所有的凶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前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汤普森的嫌犯曼吉昂红抓到啊！昨要出庭的时，伊落车雄雄大声喝休哦。资料嘛，显示讲伊的处理是真好嘢，嘛是美国顶尖大学学生。外界是认为讲，伊可能是对美国的企业甲健保的制度不满，所以杀人。
大批媒体记者小号从亚界的万捷红落车准备出庭，伊看众人一个了后，突然大声话。26岁的万捷红是青山全美国上大医疗保险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汤普森的嫌犯，伊前一日伫宾州麦当劳后，员工发现刑责可疑，报警，所来轰掠。伫宾州甲影响的纽约，拢面临包括谋杀等5项罪名指控，佫未当保释。虽然名检官进一步发现伊出身富裕家庭，高中的时也是毕业地数代表。伊毕业伫宾州大学，有电脑科学学士、硕士上学位。是同学眼中的人生胜利组，要伫汽车零售商担任数位工程师，另外游戏商担任定式设计实习生。伊互警方逮捕的时，除了甲加州夏威夷有关联，也有几张贵族证件，一支身体内应幽灵枪，甲一份自备书。内容是美国有世界上上贵的医疗体系，各大企业财管滚滚，民众的寿命煞无增加。He said were that there were parasites and that they had this coming to them, which investigators believe was a reference to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and potentially United Healthcare specifically. Also said that he did this alone. He said he wanted to save investigators the time and trouble of finding potential co-conspirators. 无代表万捷红讲到真侪美国人使用健保的心声，互逮捕了后，追踪医社群的人数增加，像 IG 位无到1000，起码9万。万捷红伫大香山大的时阵，北甲人讲伊脚趾饼疼的问题，也安尼无法度重现。第二个人社群媒体当看出对世界真不满。最近大部分内容包括智慧型手机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健康的饮食甲运动习惯，也捌表达对大厦炸大客卡陈司机的同情，佮提起用暴力解决问题。也过相关大部分已经互删除。公司新闻吴伟廉编译。罗马尼亚总统大选有人指讲，罗西亚利用大量网络的口罩来影响选举，所以本地民调调查尾候选人才法度尽力决选。最近咱台湾有网情指出讲，中国透过买收台湾的网情来进行统战。罗马尼亚的民众认为这场总统选举有问题，因为伫咧民调统计当中，支持度增加立场搁瓦罗西亚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交吉苏果，11月24首轮投票却抢到第1名。根据情报解密资料，怀疑可能是罗西亚介入选举，但是交吉苏果否认这件代志。根据罗马尼亚的情报显示，选前交吉苏果的网络声量向抢悬，是有几千个网络口罩为伊宣传，互人质疑是罗西亚介入影响选举。最高法院初6宣布，因当咧举行的总统大选程序无准算，原底初8要进行第2轮决选，要全部重来。这款受境外势力影响的情形，台湾也拄到中国疑似透过网情，要改变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他们是网红嘛，对他们差不多是十几万的粉丝，个别差不多在这里这个左右。那我们可不可以重点请几个比较高的，不然跟他们另外补助一些船票还机票？过去有台湾网情北京翕影片，互观众知影中国是安怎透过买收网情统战台湾。有学者指出，像安尼透过意见领袖传播中国好的面相，可能会影响台湾民间对中国的看法。透过这样岛内这种资金提供给这个红线，然后来去培养一寡政治性的网红，然后讲一寡中国是介意想要去传播一寡观点。然后来去带风向，来影响咱台湾的舆论。对于中国来讲，伊买台湾可能比怕台湾更小。当你有这些喜爱之后，它是可以某个程度去淡化掉，他对中国政治的那部分的认识的，等于你接收到比较多这些中国的比较美好、容易接收的一面。你就会对他的印象某种程度是比较好。学者讲，中国的统战做法一直在变化，为以前官方媒体的宣传，到达透过网情影响台湾。学者建议政府应该立法，有必要的时，通调查网情受岛内的金流，敢有中国的资金介入，甲资金来源透明化。记者阮郑俊友台北报道。
来看台南市东区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透早4点外火烧，消防队是爱因性8点2楼的房间等待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嘛顺利把3个伫2楼的民众拢救出来。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规栋厝已经咧庆乌烟，警消分2路，一路破门拍火，另外一路紧冲去2楼，因为收到通报，还有3个人也要走出来。塌的啊，嘿啊。什么塌的？因为恁有法度有布啊，啥物就先塌的，塌落掉，莫有芳，安尼啊，莫有烟走哩，排烟了，发落来带人。门口有好好，我拢好啊。受困的在中间跟后面的房间。好，我们跟消防人员已经说你们的位置了，等待我们的消防人员接触你，好不好？啊，不要紧张，他们要破门进去。加在就是有卡这通电话，厝主翁仔某甲后生当时分别伫2楼的2间房间内底，报案的时听消防局人员的电话指挥，正确避难，才会当互救援行动这样顺利。比如说他的受困位置、受困人数，然后现场的状况，比如说他有提到他开门出去都是烟的，然后窗户外面也都是烟，那我们就才请他就地避难，对他的安全是最保障的。现场救灾第一线人员因为已经有确定住户等救的所在，得先面搭送了及时，顺利把3个人拢救出来。那他们也很冷静的，就是接受我们勤子的一个引导，就关门重点是关门就地避难。我们勤子就是很明确跟我们说，大家在受困在2楼。消防初步调查，应该是对1楼的工具机台甲水族箱附近导火，详细原因等待查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4月初3，华人大地震了后，市区中和街福益金华大楼10月初5，国土署是表示讲爱全部拢拆掉，也毋过到今阁还未动工，互民众是真烦恼。福益金华大楼有6栋150户，伫控诉控3大地震了后，因为 A 栋大楼风破红单，也毋过所有的大楼因为地下室连通，造成监视 A 栋全部拆除引起争议。这么简单，国土署伫10月初判定 A 栋全部拆除，也毋过到今还未动工。中央也有帮我们审了一个预算，然后我们以为事情都进行得还蛮顺利的，县府又发了一份报告，就是说，因为县府目前负担地震的事情太多，因为人力不足，所以我们福益金华要委托中央去做拆除。受灾户搁较提出建筑法第81条，拆除红单顶几楼，都是地方政府权责。搁较指出市区一寡饭店拆的速度就真紧，希望县政府唔通推卸责任。县政府现在就是甩锅给中央，拜托中央去做处置。那因为这个建筑法规的关系，基本上我们地方政府要做任何的配合，去做协助大楼拆除的动作。官府表示，福益金华案评估报告拆除经费达到6-7千万。国土署虽然答应专案协助，不过这摆拆除专业性甲复杂度也相对较悬，才会希望国土署协助拆除。双方几次公文一直到12月初。那今天这个礼拜还会再去做相关的协商，当然也有请这个我们立委来协助了那我想这个部分都会尽快看能不能有一个协商结果。另外，附近居民烦恼大楼结构无稳，若无赶紧拆除，恐惊有危险。对此，官府表示，受损上严重的 A 栋已经做临时性的加固更调的，民众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太保市车北有一个智能障碍80岁老大人失踪，警方调查发现讲，这个老大人行入去一条巷仔内所以赶到现场，看到老大人的头卡掉的，虽然有着伤，也毋过意识阁真清楚，加载无介严重。风火巷愈向内底行愈矮，行到后壁，就算当有一个人嘛真歹通过。警消退出巷仔了，就看到中者倒伫巷仔尾，头离奇的卡伫铁皮甲壁边。嘉义县太保市一个智能障碍的80几岁李姓长辈，车北互厝内人通报失踪，警方调监视器发现长者消失伫中正路一条巷仔内底。警方立即派员前往查看，果真发现被协寻人倒卧巷内，遭铁皮夹住，动弹不得。立即通知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处置。消防来到徛街内底发动机具，准备破坏铁皮，将壁锯出一个坑了后，才互无法度顶动的长者拖困。消防提醒民众会使互厝内长者挂有编号列册的爱心手环。提醒民众平时应多关心家中患有精神疾病及智能障碍长者，可于患者手上佩戴爱心手环，
或留有联系方式之名牌，让最短时间内协助走失者找到回家的路。救护车甲担架床伫巷仔外台面，加载中者虽然骹手有受伤，但意识清楚，拖困了后送去嘉义中家。警消嘛提醒民众，爱加关心厝内有精神疾病，也是智能障碍的长者，以免造成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嘉义报道。东北季风的季节，东海岸的风影是真大。最近台东县三湾海湾富山河溪区海边啊出现世界第3岛的海体，职工是表示讲，这款海体就算死啊，嘛是有毒，所以要赶紧甲伊清掉。即马东北季风增强，台东三湾富山河溪区，在职工即几工啊发现海沙坡啊顶悬出现这种风，或者是世界第3岛的无啊海体。这死去的海体就亲像蓝色的气泡，职工逐工早起巡逻拢会去清，因为这种海体死去了后，也是有毒性。我会跟他告知说，小孩子如果好奇以为是泡泡的话，不要去摸，因为会有一点点毒性这样。台东县农业处表示，花东这颗厉害海花，最近这几年寒冷的时阵，清早会出现这种薄仔海体，而且是规定的，会去有海影拍起来海沙薄仔，请民众都要注意。这一阵子，因为在气候的改变上，跟那个天气的调节上，可能有一些季节交替的状况，所以导致于增茂海母它在东海岸线，包括花莲、包括台东，都会出现。农业处呼吁民众，这种薄仔海体有神经毒，就算是死去嘛也有毒性。虽然看到亲像蓝色的气泡，不过千万唔通去甲摸，若去吸到皮肤可能会灼伤，若严重者甚至会有性命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土地公是地方的信仰中心，桃园龙潭大北溪洪西的土地公成尊互偷摕过2届。经过地方的讨论，白公嘛同意讲用古水的土地公石雕来正做成尊。月初已经开工安做了。提清香拜拜祈福，桃园龙潭区大北溪正白公充满古意的土地公庙已经200年的历史，是地方居民的信仰中心。今年8月新尊2摆互人透气，经过地方讨论，也透过仪式得到土地公的同意了后，改徛Q版的土地公。Q 版的就比较可爱啊！哦，拜多年哦，变化也不错了。我觉得很好啊，也除了展现我们地方的特色，也有发挥创意。甲过去庄严的土地公比起来，有信众虽然无干的关系，不过感觉拥有地方特色真有创意。Q 版土地公设计理念是结合在地产业东方美人地概念，伫尾到红马顶观用小力学禅气象，希望土地公保庇地方产业永兴旺。高度有47公分，宽度有30公分，那重量有将近快50公斤，那下次要搬运走是很不方便，很不容易。因为进前2个新尊拢互人透气，大北溪农村发展协会表示，新的土地公石雕有50公斤，高度卡伫庙门的后顶，相信贼偷想要偷也无法度。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有180多大的中青食堂，县政府明年是编1亿6千万的经费要来补助。嘛讲只要社区有骹手有空间，嘛拢鼓励会当过来提出申请哦。嘛讲县内392个村里，拢会当互长辈来食到。西里鼻头社区的中央厨房人员一透早就无用煮菜，等到10点饭菜穿好，就会用专车送到附近社区的中青食堂，要互时代食到小好脱的营养午餐。不是每个地方它就场域有那么方便，可以建造厨房，所以披头社区的厨房刚好可以承载大概500个人份的餐，所以由披头社区来采用资源的模式来协助其他社区。云林县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也毋过也有真侪偏乡地区交通无方便，为着更加照顾时代，卖当互时代增加社会参与。目前县内已经超过180大有中青食堂，每年也编列经费1.6亿，希望互更较侪时代食了较健康。食冷的啦，食安怎啊无正常，这做营养的，而且拢迄个菜拢有逐工有变化呢，对这真好啦，阮里长。服务这老人真好啦，我感觉这是做好的，这需要推广啦。长青食堂现在已经到187个长青食堂，以前呢中午大概3000人供餐，现在已经来到15000人供餐哈。那因为长青食堂也赢得我们所有长辈的一个肯定跟支持哈。那让长辈呢不只是可以社会参与，而且可以吃的营养又健康。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不管是山区、沿海，拢有社区希望开办中青食堂。虽然各地云林东向会会当添设备，但过真欠缺志工是真恶开办。县府目前的目标是全部392个村里，拢会当有中青食堂。记者综合报道。穆斯林的人口占全球大约1/4。台北市5当前就开始辅导业者要来打造友善穆斯林观光的环境。今年是有3个业者通过穆斯林友善的认证，那么做伙来了解。台湾的饭店有提供予穆斯林祈祷跪拜的厨仔，也有可兰经。这是台湾的饭店专工为着穆斯林旅客准备的设施。伫台湾30几档的回国协会理事表示，台湾是一个对穆斯林真友善的国家，亲像台北都有2个清真寺，这是真侪穆斯林朋友会选择来台湾佚佗真重要的原因。这个地方你一进去，虽然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可是有人看到你是一个穆斯林社会的人，然后他要来配合你，帮你准备一个地毯，帮你准备一些可兰经。那你觉得会不会感动？一定会感动的。根据113年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评比报告显示，117年全球国际穆斯林旅客会达到2.3亿人次，旅游市场的经济价值大约有美金2250亿。台北市政府强调，穆斯林的人口大约占全球人口的1/4。台北市自5年前就开始辅导业者想要打造友善穆斯林的旅游环境，也有推出认证。加强辅导餐厅加旅宿业者，穆斯林朋友很在乎的。第一个呢，就是客房内呢要有镜下设施就是浴室的部分。那客房里面的包括了拜毯，还有一个卖家方向。台北市政府表示，饭店的下间有提供免治马桶，也是会当冲尻川的设备，也是友善认证的一部分。因今年辅导30个业者，其中有5个景点，包括树林官邸公园、北石心外有机农场、北配寮历史街区，在福海午餐、桂园驿高饼博物馆，各有25个旅馆饭店。也若即马台北计共有将近100个友善穆斯林的旅游点。目前台北是全台湾穆斯林友善旅馆甲景点上侪的城市。台北市讲会继续辅导打造上友善穆斯林的城市。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上下班出车祸，伫工地无细里落落来，拢是职业灾害。劳动部是用影片来宣传，要互劳工来了解讲，若拄到职业灾害，会当安怎来找福建的资源，安怎来申请补助。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复原。没事啦，你没听过怕等球骨电都用吗？影片内底阿文因为做工课无细力，互机器伤到，后续透过职业灾害专服员的协助，福建后来顺利转去做工课。这是劳动部翕的宣导影片。劳动部职安署表示，希望透过影片，互民众了解，若是有职业灾害，政府有提供专业的服务人员，通协助劳工福建申请补助，面对困难。我的时阵伊毋知伊要安怎。经济上啊、心理上啊、医疗的方面啊，有要登去做工课无？什么时阵适合登去做工课？职安署表示，职业灾害分做职业病、职业伤害2种。亲像营建业这款风险较悬的工课，因为接伫较悬的所在做工课，骹手上接受伤，甚至有可能会摔落来。若拄到这款职业灾害的案件，职安署就会整理提供职业灾害的服务，帮助劳工来了解。针对这些权益部分，先该做一个说明，有一寡法律的规定，先互伊做一个保障，互伊了解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一直来关心关怀。职安署表示，若是发生职业灾害，因会协助劳工申请补助，找适合的福建资源，嘛会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另外，宣导影片当中的演员嘛有分享家己咧做工课时受伤的经验，嘛讲伊是因为翕即个影片，才知影有职业灾害的资源通申请，伊认为帮助真大。发生的事情就是自己在训练的时候，虽然有专业的指导、武术指导在旁边，但是还是有受伤。就我自己是肋骨去撞到，就是差一点点就断掉。那目前其实还会痛的状态。职安署嘛强调，职业灾害各行各业拢有可能会发生，就算是去上班的过程出车祸，这嘛是职灾的一种。呼吁民众发生职灾意外，通找政府斗3工，安尼就通早一日登去到工课场。记者张家佳、王兴忠台北报道。
世界棒球12强赛，咱台湾队有一条叫做台湾上勇的加油歌。中华职棒协会会长蔡其昌最近是伫网络表示讲，要用台湾上勇这4个字来印做存啊。也毋过有台湾界人士是指出讲，应该着爱使用正确的台文字。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摕到冠军，替选手加油的歌曲《台湾上勇》嘛庆红起来。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前几日有表示要甲台湾上勇这4个字印做存啊，这嘛引起关心台语文的民众学者注意，认为运动爱写正确台文字。书法家陈世贤嘛亲笔写大字印冠上这个字的台文正字，有台语学家解说这2字的差别，认为台湾上勇才会当解说是台湾上厉害的意思。啊！你讲啊，那得奖的人是毋是徛伫上悬迄位？啊，第2名徛伫第2坎的。啊，咱上勇就爱徛伫上悬的，所以迄个是上，就是爱上悬的。啊，你甲写迄个，即摆因写毋着迄个上啊吼，表示是还会使。所以你若讲上课、上课吼，意思是还会当。另外，还有侪侪台语火车文拢用中文冠死写阿嬷，毋过应该写做阿嬷这字才对。有网友就发起阿嬷正名的运动，还有另外昏头卖乱弹，应该写做昏头卖乱弹，这是正确的。台语路协会认为台湾会出现这侪无正确的台文字，这甲台湾人习惯用中文、华语思考有关系。读了后，听起来就知影讲哦，原来迄是昏头卖乱弹，譬如讲安尼，所以代表讲大部分的民众，第一因会晓听讲台语，第二因读汉字是用华语的音去读，所以才会有足普遍有这个台语火车文的这种情形。台语路协会呼吁政府应该趁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正确的台文字。台语专家罗光成嘛讲，目前虽然教育部、文化部拢咧重视台语正名，不过嘛望其他政府部门会当来使用，让社会认识正确的台文字。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12月初10是世界人权日，郑南榕基金会伫高雄的历史博物馆来举办特展要让民众了解郑南榕这位台湾民主运动的成败的故事，嘛做伙来思考人权甲自由民主的价值。有人说，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所以把想念写成9岁的诗。郑南榕的查某囝郑德梅，甲思念爸爸的心情写作诗，伫咧初10世界人权日即天放送。郑南榕基金会伫咧高雄展出100%言论自由郑南榕甲自由时代特展，透过6个展区的大数据，用杂志、画等等的历史资料，互民众了解台湾戒严时期对言论自由的期待。一寡较有地些，还是讲对民主向往的人哈，他就被台湾的这辈的戒严就受到了伤害，甚至丧失了生命。韩国因为着戒严这个代志，大家愤怒加上街头的时阵，咱嘛是爱思考讲台湾的民主自由，咱现处是咱是要安怎来甲伊守护。这摆特展呈现当年自由时代杂志社去互政府禁止出版的传票、甲采访手稿等等的历史资料。郑南榕的看守叶玉兰表示，这是头一摆将郑南榕的展览办伫咧高雄官方的博物馆，互本土的故事会当大声讲出来。让大家能够诚实面对心中的恐惧，也不要害怕面对冲突，因为就像当年1987年。郑南榕以及他的朋友们在做228平反运动所举的标语一样，诚实的历史，健康的社会，唯有诚实的把过去发生什么事说出来，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健康的往前迈进。延续郑南榕基金会台北的特展，这摆结合高雄历史博物馆，会展出到明年4月，5万民众做伙来守护真无简单得到的民主自由甲人权。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有一寡动物学家甲人工智慧的专家合作，针对声音的资料库去分析，发现讲像会用无同款的声音幕去叫别只像来进行沟通。另外，专家嘛发现讲有一寡先生会去找特定的食物来治疗发烧、细菌的感染，还是空喙。
对动物园到非洲的大草埔，像枪这种叫声，会使讲是常常听到。不过科学家佫发现讲，若是低频率、真低这种轰隆轰隆的声，毋但会当传去真远的所在，佫有可能是包括个别枪专属的称呼。研究人员在放送声音资料库内面有一段特定的录音档，一只叫做玛格丽特的母枪，就会用打耳仔的方式来回应，其他的枪听到是拢无得甲插。虽然讲学者甲大，佫无法度找出讲到底是录音档内面的对一段代表个别枪的称呼，但是已经会当确定讲，因伫群体内面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叫特定的同伴，亲像公枪和母枪之间要找拍证的时阵，就是安尼。That elephant will respond or come up to her or whatever, and so that sort of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a means by which to communicate who they want to talk to. 动物的智慧是毋难的，各方工人和人类上相共的猩猩，和科学家发现讲，因会用古早人形容食饱草的方式，找特定食物来治疗伤病。He was observed feeding on this plant for 13 minutes, and then he continued chewing but stopped swallowing and put the plant sap from his mouth precisely onto the wound.And he repeated this behavior for 7 minutes. 科学家找出猩猩锁定的10几种食物，交互生化实验室来分析，结果发现讲，这食物提炼出来的精华，有的会当杀菌，有的会当退烧，是大自然的药房。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华东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国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得道高将，得道如来，要亲自打。